嚟啦喂，開始啦！大家好，歡迎嚟到道聽途書，我係阿姐。今日我會同大家分享《幸福的勇氣》呢本書，係被討厭的勇氣嘅續集，基於阿德勒心理學，教你點樣透過勇氣嚟獲得真正嘅幸福。想知點樣實踐幸福？記得聽到尾啊！《幸福的勇氣》係日本哲學家岸見一郎同作家古賀史健合著，呢本書延續咗被討厭的勇氣嘅風格，繼續用哲學家同年輕人嘅對話方式，深入探討幸福嘅本質。被討厭的勇氣教我哋唔好怕俾人討厭，要做返真正嘅自己。而幸福的勇氣就講點樣實踐幸福。阿德勒嘅理念好簡單，世界其實好單純，每個人都可以獲得幸福，關鍵係你嘅思維同埋選擇。呢本書唔係枯燥嘅理論，而係透過對話形式，將阿德勒心理學變得簡單易明。幸福的勇氣最核心嘅三個概念：第一，課題分離，別人嘅情緒同問題係佢哋嘅責任，唔係你嘅責任。譬如老細黑面，唔係你嘅錯，你唔使覺得唔好意思，孭住個包袱。第二，自卑轉化，自卑唔係壞事，反而係推你向前嘅動力。例如我以前成日覺得自己英文又唔夠好，普通話又唔夠叻，但依家我會將自卑變成目標，報讀一啲課程，睇下啲網上 YouTube， 提升自己。第三，社群感覺，真正嘅幸福係嚟自於你覺得對世界有貢獻，唔係要你討好別人，而係真心幫人，感覺到被需要。可能好多人都試過幫到朋友解決一啲小問題，佢哋嘅一聲多謝真係會令到你好滿足，甚至開心一日㗎。阿德勒有句金句：過去唔決定未來，但你點樣看待自己嘅過去就決定咗你嘅未來。即係話，無論你以前經歷過啲咩，例如成績唔好或者細個唔開心，都唔代表你依家唔可以得到幸福。分享個例子啊，我有個朋友以前學業成績一向都麻麻地㗎，但佢畢咗業之後就不斷提升自己，keep 住努力學習，最後到依家更加成功，成為到一位專業人士。所以只要你肯選擇改變，人生隨時都可以翻盤。書入邊提到，真正嘅幸福唔係等人主動去送俾你，而係你對別人有貢獻嘅感覺。例如你同同事解決一個難題，或者陪朋友傾偈，佢哋嘅一聲多謝，你會唔會即刻感到好滿足，覺得好有價值？阿德勒講，追求別人嘅認同好攰，但真心貢獻會讓你得到滿足。幸福嘅另一大元素係愛。書入邊講，第一步你要學識愛自己，接受自己嘅唔完美。當你肯欣賞自己，就會更加容易真心愛到別人。例如父母日日為你付出，你有冇試過主動同佢哋講返聲多謝？我依家放假嘅時候都會約屋企人去食下飯、飲下茶，關係親密咗，幸福感都高咗。呢種互愛同埋關心就係幸福嘅核心。好多人都覺得自己天生唔完美，或者之前受過傷就會好難再相信別人。但書入邊話，只要你有勇氣，過去就唔會限制你，幸福可以由呢一刻開始。其實改變唔使好大，從小步開始就得啦。記住，幸福唔係等人送，而係要自己行出第一步。我有個朋友，佢入咗一間新嘅公司，同同事唔熟，但係佢又想同佢哋打好關係喎，所以就主動行出第一步，約咗佢哋食飯。結果大家熟絡咗，打破咗隔膜，工作氣氛都好咗。又或者你主動打電話去問候下屋企人或者朋友，哪怕一句簡單嘅近嚟點啊，其實雙方收到電話之後都會好開心。總結，幸福的勇氣係教我哋用阿德勒嘅智慧擺脫恐懼，活出真我。課題分離加自卑轉化，再加社群感覺，就等於幸福之路。呢本書唔係空洞嘅理論，而係實用嘅人生指南。讀完呢本書之後，我會成日反思呢件事係咪我嘅責任？以前我可能會為咗討好老闆而成日加班，但依家我會設定界線，時間多咗可以做多啲自己中意做嘅嘢。朋友圈都因為唔再勉強迎合而變得更加真實。最後想問大家，你最開心嘅一刻係幾時？係咪同幫人或者被愛有關？你願唔願意由今日開始試下擁有幸福嘅勇氣？大家不妨試一試，今日就踏出第一步。到咗評分環節嘅時間啦。呢本書寫得好清晰，用對話形式將阿德勒心理學變得簡單易明，例子貼地又唔會太深，所以易讀程度有4粒星。而書裏邊講嘅幸福感、貢獻感、改變勇氣、愛與被愛等等嘅概念都好貼近生活，可以用喺人際關係、工作、
家庭同埋自我成長上，所以實用程度有4粒星。綜合圖書度我會俾4粒星。阿姐誠意推介《幸福的勇氣》。今次分享到呢度啦，留言分享你嘅睇法，加入道聽圖書說書會，一齊睇更多好書分享。依家除咗 YouTube 頻道可以睇到影片分享外，大家仲可以喺 YouTube Music、Spotify 同 Apple 上面聽到道聽圖書嘅 podcast。如果你鍾意我分享，記得 subscribe、comment、like、share 同撳埋鐘仔啊！Stay tuned，下條片再見啦，拜拜。